是有半句假话，就叫老天爷打雷劈了。二宝，婶子，俺替俺家银锁给你家二宝提亲来的。你跟人瞎搅和啥呀？咋的？就姓你们提亲，俺就不姓提了。哎，金锁娘，你说人家趁火打劫，俺看你才是趁火打劫呢。你自个儿说说，你家银锁哪点配得上人家二宝？你别转俺。那你说给俺听听，天给哪点配得上？你别管配上配不上，天给打小就稀罕二宝，这乡亲们都知道，是吧？对不对啊？哎，就凭这一点，你家银锁就没法跟人家天给比。哎，俺家银锁再不济，那也比个彪子强。哎，你要是觉得天给好，咋不把你家小琴许给他？你说这话俺就不爱听。这天给稀罕的是二宝，天给要是稀罕俺家小琴，俺就把小琴许给他，保证连眼都不眨一下，你信不信？天给要是当真稀罕，你也就不这么说了。哎，对，俺是不这么说了，俺蹦着高的说。哎，俺叫你蹦，俺叫你蹦，俺叫你这人，你走。哎，这不，二宝出来了，让二宝自个儿说，是稀罕你家银锁，还是稀罕天给？二宝，你出来干啥？回去。二宝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当着乡亲们的面说说，你到底是中意天给还是中意银锁？让二宝说。二宝呢？俺哪个都不中意。二宝，那你到底啥意思啊？俺这辈子都不嫁人，俺就老在家里。二宝，胡说啥呢？跟奶奶回去。哎呦，婶子，哎呀，俺跟老天爷起誓，俺要是有半句假话，就叫老天爷打雷劈了。二宝，哎，大宝娘，二宝啊！二宝，你站住！二宝，你等等奶奶。二宝，姐，哎呀！二宝，姐，二宝，哎呀，二宝，姐，这奶奶看看，哎，你这孩子，你给俺站住！姐，快叫娘看看，咋了？你破了啊！这样看看，别叫孩子，吐出来，把血吐出来，把血吐出来，啊！吐出来！哎，你张嘴让俺看，张嘴！哎呀，你张嘴，你张嘴呀！张嘴，让俺看看。哎呀，张嘴！牙呢？牙！哎呀，磕掉了，不搞搞！你让俺看看吧！你说你这孩子，你这没有啊！这孩子，你是不是把牙给咽下去了？啊？啥？咽到肚子里会长牙的？哎，你敢闭嘴！哎呀，二宝，你干嘛这么作践自己呢？奶奶不都替你做主了吗？你不是作践自己吗？你不是？哎呦，姐，二宝，怎么办？哎！姐，天给娘，你咋来了？啊，婶子，天给娘，有啥话，咱进去说吧。娘，咱进屋。天给娘，有啥话就在这儿说吧。小宝，带你弟回屋去，都回屋去。啊，回屋去。天给娘，俺对不住你，你少说话。天给娘，有啥话你就直说吧。俺觉得咱们两家呀，不能再这么闹下去了。
这啥时候是个头啊？这么闹下去，咱们两家成了仇人不说，这饺子乡亲们也都不安宁，这年还咋过呀？哎呦，俺也是这意思，得赶紧想个法子把这事儿给了了。你还说话？田给娘，你这到底是啥意思嘛？俺想让你把你们二宝过继给俺当干闺女。啥？干闺女？这主要是为了堵乡亲们的嘴。咱们呢，张罗一个认亲的仪式，把乡亲们都叫了来，咱们两家当众认了亲。认完亲呢，二宝就回家，跟往常一样。二宝成了俺干闺女，她跟天给就可以以兄妹相称了，而且呢，也会少生出很多岔子来。等到二宝找着好人家，俺就会像带亲闺女那样高高兴兴把她打发出门子。天给也会。哎呦，天给娘，那你家天给咋办？那谁来照看他？嗨，往后的事儿，往后再说吧，总会有法子。天给娘，哎呀，你可是个有度量的人呐，俺佩服你。这个情，俺们就领了。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。那俺走了。去啊！天给娘，你慢走。慢慢走。哎呦，俺去给二宝说一声。二宝，你婶子要认你当干闺女，说这样你跟天给就可以兄妹相处，村里人呢也就消停了。他这么做，可全都是为了你。可咱老丁家也不是个不明事理的人，啥事咱不能光顾了自己，让别人戳脊梁骨。是咱欠的，咱就该还。娘还是想拿俺去还，是吗？俺知道，俺这样做委屈了你，可俺也是翻来覆去的掂量过了。这天给呢，是打心眼里稀罕你，虽说是脑子有点毛病，可也不耽误干活。还有你天给婶子，那可是个大好人，你嫁到他们家，她一定会拿你当亲闺女待。你说这辈子咱女人图个啥？不就是想找一个能对自己好的人？还有你哥那事儿，你说这事儿咱要不赶紧按下去，万一八路要是找你哥算账，那可咋办？俺也是没办法，俺都想自己去死，只要这事儿能了了就行。娘，俺答应你，
真是娘的好闺女。你知道体恤娘。还有俺这条命，替娘把这事儿了了。哎，二宝，你这是啥意思啊？啊，二宝，你这是啥意思？你想叫娘死是不是？啊，你在屋里给俺待着，你哪都不能去，待在这儿。哎，哎呦，这孩子。